么后台呀？这么硬。陈主管你找我呀？小西呀，喝不喝水啊？我不渴。辛苦了工作。那个小西啊，是这样的啊，鉴于你前段时间的表现特别的突出，我呀就跟上面申请了，以后啊你只要负责总裁办公室那一层就行，其他都不用管，都不用管。谢谢主管。不客气，不客气啊。你先休息一会儿啊，我先去忙了啊。那主管你去哪儿啊？要不要帮忙啊？不用，我呀出去打扫个卫生间啊，很快就回来。没事，你一会儿就回啊，一会儿就回。慢点。打扫卫生间啊？哎，小西啊，坐，休息最重要。我先走了啊。打扫卫生间。进。顾总，这是今年各部门的财务报表。好，放这儿吧。这里面有几个地方需要说明一下，我再给您说一下，可能需要点时间，您看。不用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。你刚刚说这里面有几十条说明，那你跟我详细说说。这个是财务部的，这笔费用我们现在看不到。这条你跟我说一说。明白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一部分，税的费用。对，是的。然后还有这一部分，您看一下，这个也是您签过字的。好，明白了。哎，顾总还有？不用了，有问题我会找你的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顾总再见。